的心，用态度看出来。面对事的态度啦，面对人的态度，拢会看出咱自己是去表面的事，还是去处理对自己真正的事。对自己的事是无自己的事，你对自己有无自己的事，所以有出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按心到这个物件，咱就实现的物件，透过实现的物件来，互咱真正得到咱实际上内在的改变，来迄个内在的改变，来流露出外在的这个态度里面。所以外在的态度的物件，迄个点点滴滴，咱面对面就事，咱的迄个点点滴滴当中。换电好，咱咧面对面就事，咱拢爱先看卖看过。我是要用我的性来面对，用我的性情来面对这件事，也是要用，也是要用道，也是要用我的真性来面对这件事。咱先爱下这个观念。咱先来下这个观念，所以行，这个行就是要讲态度，讲咱的态度，教你的态度，行，即度，度是业，度是业。咱今日态度有改变，态度有改变。咱咧遵循15条有几个态度愈来愈好，愈来愈谨言慎行，愈来愈知影要安怎承上体愈来愈知影讲今仔日咱要安怎做到出个完美。这物件拢咧调咱的心，15条无规拢咧调咱的心。所以当咱今仔日面对咱对倒个物件愈认真愈清楚，咱对15条无规这物件愈手当中伊的意见会愈来愈深的时阵，嘛安尼为咱加一个出个完美当中，咱就做较正面落实。甚至对前人，也是对点仔事，也是对前辈者咧交代的代志，有关前顾后。看的角度有无同款的角度，物件每一项细节咧讲，佫讲甲正呢细。这物件一个讲甲大概马马虎虎，我嘛做我咧报告一个叫做出口翻译，一个是。用伊内心当中来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会体会、会看法，你的经验所看到，来综合着，若咧两种的出稿方面所展示出来内心世界有共款无？两种的内容无共款的，两种的内容无共款的，所以15条有几是迄是咱内容。就是要激发伫咱的本身的，我们本身的迄条件、度件，安尼要咱要安怎做？迄个清俗的清要清到啥物程度？要清到啥物程度？为咱精彩啦，反正也无因为我的身躯哩讲安怎也袂做歹啊，对无？毋免咱遐斤斤计较，只有身体的事，对无？没有情绪的气，没有情绪的气，所以用之至坚，对15条有规内底用之至坚当中，咱有为愈坚愈细腻，伊内底表示咱咧调咱的心。伊内底透过有几个物件来调咱的心，来用咱内
体会，也袂去甲投入，安尼一切都马马虎虎。来讲，我要安怎要来收假，会当安怎超生了死？安尼讲是无？不是哦，安尼不是。所以内底应该来讲，度节约，天安内心，互咱内心真正去运动。所以透过着咱态度的改变，你甲内心，渐渐咱知影重点伫对，咱态度好好去甲重视，认真去甲做。愈头尾愈做，当中愈做愈到位，愈做愈到位。咱的内心，咱的本心就愈彰显。咱的内心本身愈彰显，安尼会咱的内定，咱的心定慢慢来。内心愈彰显，度即明，明就是咧讲自性。生命，所以咱拄仔有讲过，咱即种21种的第一句叫做自性命，为自性。这个命咱讲就是自性之生命。所以透过着咱的本心，咱的态度慢慢改变，咱的本心一个计划。咱的想的物件，自然，你愈灵落愈自然，愈灵落愈自然。安尼的话，咱的想的物件流落出来以后当中，咱自性之发泄之地产生了。所以发泄之地，这是真正的。因为道本来就是空气的物件，道本来就是空气的物件。所以就是用心情来配合着空气，叫做静静。心爱的静来配合着空气，迄个静的物件叫做啥？静的物件就是做，静的物件就是稳，叫做稳重。静的物件就是低调。静的物件，伊就是咧韬光养晦。静的物件就是你爱摕，你就静。所以道生于安静，德生于悲退。慈悲的悲退。道生于安静，道的产生，道就是空气的物件，由咱内心之静当中较会通起。安尼内心的静是来自于讲，今仔日咱的心愈好，心愈白，内心当中袂去自我膨胀自己，袂去凸显自己。你内底一切当中，我们都是稳，我们就是不高调，我们就是低调，我们就是谦卑，我们就是悲退，我们就是退居幕后。迄个物件当中咧显示到伊的本质，所以你内底当中有就是韬光养晦，养晦就是发生。其然不动，静的物件就是互咱静不动。外在的干扰起来当中，会干扰着咱的心，互咱心袂简单，心袂简单，那就静啊！毋是无讲话毋是念伊拢毋是。迄个静的物件叫做不动。虽然咱外在咧动当中，毋过咱的心是静念、静思、静欲、静念。这物件，这物件拢是啥物件？毋过今日咱内在
咱的心不动，不动叫做静，静就静，这种事情很简单。来踏静观其变，既然不动，来踏静观其变。咱看书的角度，听话的角度，袂安怎？他不会以偏概全，伊听的角度绝对有关度，听起来较上传的关度，但你看诗的角度，所以它有高度。因为经因要高度，所以发现其品静而不动，静观其变，就是理无常性，这是你们的理。毋过是内底本性爱的显，咱的自性本性爱的显度咱这个物件发现其品静而不动，静观其变，大常性。咱的本性流落袂出，咱道性流落袂出，咱福道的心流落袂出，咱佛学的心流落袂出，这物件也袂出，这物件袂出，本性袂出，这物件就是，明则动，明即动，东西完在心，东西完在心，所以。咱人内底当中，你会当达到，你会当自证明，迄个明，伊的源就是爱，伊的源就是自性，动的源嘛是自性，东西完在心，就是率性之谓道，叫做率性之道。咱是以咱的用咱的自性体来谈的。用咱的天性来运作的，动是无变在情，用自性、用天性来动，用天性来动的目的是啥？在情。天性动出来以后，情的物件就产生。迄个情的物件叫做情性，叫做自性，迄个就是自情自爱。那个就是天性之爱，这是自性之爱。心内底它是一种相契无碍的，它动就是这样。所以动的目的，咱要了解，咱要动的目的为了要有情，动的目的咱就为有情。毋过既然你起来什么基础来动，就是爱起来自性天性来动。安尼为动出来以后，咱的心情所流露出来，它是一种自证的东西，所以叫做通情达理，通情达理。因为理是咧领导的媒介，理就是咧领导的媒介，爱理内底无理为情，透过理来调整为的情上爱情，这是领导，就是主导。其动中有情，其动中有情的本性，其动中有分有义有和有顺。在每项的动，你运作的过程当中，无以为兄弟姊妹，无以为道场，无以为是，无以为咱老师互咱的经验和使命，无以为这。若安尼在当中，咱的迄个过程当中会怎样？有思考，咱自己会自我调整，啥物较重要，啥物较无重要。中心的代志、简单的代志来讲，啥物较重要？地面的代志来讲，啥物较重要？咱会有怎样样的？啥物咱先来按下，啥物代志来先，咱了了咧，迄事实咱了了。因为动内底咱内底已经天性的物件咧启动了后，咱的动内底迄个表现的因素，你个是黄金比例，咱就来好。分出迄个黄金比例，动这边
变就是因，因就是多元创新弹性。当落来当中就是啥？就是要改变，因是改变。你改变当中，自己要改变无？自己改变，自己要改变就是创新。道场要改变嘛是创新。在创新当中，咱愈多元，咱的心愈新愈多元愈活泼就是要艺术。所以15条规个底来讲是活泼艺术。迄个活泼内底，咱变成爱透过家己变，咱自己爱改变，咱较无法度无法，咱自己无改变，咱的内心是死水一潭。好。咱内心的过程，咱就头改变，变啊多元，变啊创新，变啊弹性，拢无法度。咱的道场嘛袂创新，咱的道场嘛袂弹性，咱互相，咱的道场嘛袂多元化。若安尼因为咱的内在无改变，咱无形当中咧断掉道场生机，咱知？无形当中咱嘛咧断掉互学的生机呢，无形当中咱嘛咧断掉咱家庭的生机呢，无形当中咱嘛咧断掉咱友爱生机。因为因咱内在无变，所以内在变当中就是结婚物件。我咱内在歹的物件，因新的物件，因歹的物件，因新的物件，一直变，咱的内在都是活泼的，内在都是活泼，都是因活泼来一种新鲜，来产生的一种活泼的一种能量。因为这个物件。毋是讲少年家的，我老我无这回事，无这回事。咱这200个几岁就带咱一直想要改变个，所以伫迄过程当中，咱内心一直看到咱后壁新的一台物件，咱敢若内心一直改变，一定要改变。咱要变的目的就是为着我迄个死的东西，所以愈改变，咱内在愈有生机，变动则变，你内在改变则化，咱内在的物件愈来变，愈有弹性，愈多元。所以到后壁拢安怎？哎呀，无要紧，我愈来愈大力，哎呀，无要紧，因为安怎？因为我学的有限。我会当自我是我一名字，为人我真正是。内在弹性无，内在迄个弹性叫做和其光同其尘。和其光同其尘，这个物件是和平。和平的消化咯，这个物件消化了。毋过咱即摆想想看卖咱叫咱的护学，叫咱的后代，甲咱做人。这较重要，和好拢好，无好拢袂好。袂好的原因就是内在无变，内在无变，敢会变？内在变了后，自然而然，迄个坏的物件就出来，坏的物件出来，坏的物件因咱用去到伊内心世界里出来，迄个坏叫做融入，叫做融入。所以咱来想办法，毋是咧慢慢人融入到我的内心世界，而是咱今仔日要来融化自己。因为灵力的人爱先做来配合无灵力的人，惊头前的人，惊这道理的人爱先做来听较集中去，较无参加这道理的人，安尼嘛吼，咁是安尼，对嘛吼？无老师讲，拢先讲就是真诶。我是对，所以你来听来自己来改变，来自己爱来大家拢在一起，中华的自己当中安尼为天下之情，为民化。透过气情这种物件，这个气情就是天性所流露出来。所以是到尾啊，要培养咱天性这个本来的心内的爱。本来迄个物件就，迄物件本来咱会啊，迄是主权内底习惯的物件啊。本来自身体就有必要这个物
且如果主权的事情本来就有这个本性，安尼只要咱就咱内在的物件，叫我努力，咱的习惯，咱的习惯物件去无错。那安尼的话，咱就主控权是啥物生命？先人的主控权是啥物生命？历史历史，因为咱自己有一个自尊自义的大道理来想，因为不是时间的关系啦，是无法的道理有错得来的，绝对是时间的关系。所以遮内底有讲到做一个不少无圆满的所在，神会主笔写出来，建议主笔写出来，互我指教。各位点文书，各位前年内底互我指教。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